这是鸡蛋，这是大蒜破饭机。这个破飯機是外盒噴漆嘅，呢個大蒜破飯機，呢個外殼係噴漆嘅，就價錢就比較平。但係我哋另外有一種咧就3級破飯機，嗰個破飯機就比較貴，這個就比較便宜啊。那個我們現在先買大蒜，大蒜是從地上刮出來，大概最好是3個月。OK 啦，這樣。呢個如果係嗰種放期嘅咧，就效果好好，效果唔錯。我這個就唔係嗰種放嘅，嗰種放嘅好，下次見到再講下嗰種。